我是宋文娜，在龙窝国立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学习汉语。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六朝古都南京城。南京城古称金陵，石头城，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。东吴、东晋和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相继在此建都，故有六朝古都之称。在长安、洛阳、金陵、燕京四大古都之中，文学之昌盛，人物之俊彦，山川之灵秀，气象之宏伟，与中华民族患难与共，休息相关之密切，尤以金陵为最。这里有底蕴丰厚的人文遗迹，也有美不胜收的水色山光。学宫贡院承载着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，夫子庙见证了江南文士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，秦淮河映照出江南女子浩万灵霜雪的曼妙。乌衣向红，遥想谢灵运，俯首吟鹅，广西之挥毫洒墨。鸡鸣寺里传来语音缭绕、牵连不绝的晨钟暮鼓。闵孝琳讲述改朝换代的典故，总统府响彻中国现代迈进的脚步。郁郁葱葱的七仙山和默默无语的玄武湖，是南京城亘古未变的归宿。最后，我以诗人唐彦谦的书句作为演讲的结束：宫殿六朝遗古迹，衣冠千古万荒丘。太平时节书风景，山自青青水自流。古老又美丽的南京城啊，我实在找不出不爱你的理由。我的演讲完毕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感谢2号选手的精彩演讲，我们请评委提问。同学，你去过南京吗？没有。好。那你刚才说你的主题是六朝古都南京，那你能告诉我六朝其中的3个朝代是什么吗？有东吴、东晋和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谢谢评委的提问。我们现在请选手抽取题目。我们选手抽到的是1号题目，我们来看题。以下哪一个省份不与江苏省相邻 ？A. 山东省 B. 山西省 C. 河南省 D. 安徽省，请选择。答案是 B. 山西省。山西省，我们来看看对不对？对，回答正确，谢谢。永不改！尊敬的领导、老师、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叫王阳。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万里水乡。大家知道，水是生命的源泉，是万物的滋养。有了水，便有了灵性，便有了活力。我对江苏的向往开始于上有天寒，下有苏杭这篇课文。在课文里，我学习到了苏州，了解到了江苏省。我对它的印象就是，这是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。江苏省是中国东南的一个美丽的省，
93个市，这些被丰富的水系连接起来的城市，显得十分美丽优雅。一条京杭大运河从北至南将这些城市紧密相连。2000多年来，河水活泼流动，促进了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。苏北的微山湖、洪泽湖气势浩大，像两只纯净的大眼睛，让辽阔的苏北平原多了几分温柔之美。苏南的太湖、阳澄湖用自己的乳汁不仅哺育出了别样的鱼米之乡，还哺育了苏州评弹民歌《茉莉花》2部曲、2纯音乐等艺术作品。一条长江浩浩荡荡，宛如巨龙，流经南京，从古到今就像一根琴弦，弹奏着几多兴亡，几多沧桑。水滋养万物，水流过了历史，水承载着文化。上善若水，光明磊落，人杰地灵。正是这些丰富的水，使江苏成为了独特的江苏，成为了我梦中的水乡。我要去寻找那一个家，梦里遥远的幸福，它就在我的身旁。我来了，水乡江苏。谢谢大家。谢谢3号选手的演讲，我们请评委提问。这位同学，你刚才说的是凤梨水乡，能告诉我2个水乡的名字吗？江苏水乡最有名的水乡的名字。谢谢老师的提问。最有名的江苏省的江苏省的水乡，对，是京杭大运河的苏州是回河的。好了，我们选手回答完毕，我们现在请选手抽题。實際啦，正確講唔落呀。选手抽到的是30号题目，请看题。由张謇创办的博物馆是 A. 南通博物院 B. 南京博物院 C. 南京总统府 D. 苏州博物馆，请选择。答案是 A， 南通博物院。答案是 A， 我们看一下对不对？对，回答正确，谢谢，谢谢。尊敬的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孔子学院5学期的学生，我叫杨璐。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《梦的彼岸在江苏》。我没有去过中国，也没到过江苏，所以我现在站在这里，希望有那么一个机会，让我悄悄和未知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领略一下苏南的婉约秀美。都说中国很大，江苏位于其中，我对江苏的认识，腼腆地说，真不多。小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师，他来自江苏，皮肤黝黑，小小的个头，却有大大的文章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没错，他就是我的老师卢广辉。每次课前听起来却让我有点苦恼。但他说起他的家乡
最让我很向往。他说，那小桥流水，从起高岩，最逐时来，是古朴而幽静的周庄。那水碧如玉，叶红如花，如白似雪，是烟波浩渺的太湖。那亭台楼阁，烟雨朦胧，曲径通幽，是一步一景的拙政园。我真懊恼，我真懊恼，自己浅薄的阅历限制了我对你的想象。如果能让我今年脚上一脚，我想老挝的啤酒也不如他的1/1000醉人吧。我时常听说这样一句话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我却觉得读书万卷才能行路万里，名师指路方能自己去悟。因为学习了汉语，才有你老师言语中的诗画苏南。因为老师的指导，才有了站在这里的勇气。因为这次比赛，才有了行万里路看梦里苏南烟柳的机会。我相信这条路的那端就是江苏。我的演讲完毕，谢谢大家。同学，你刚才说到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那么下面的苏杭是谁的城？谢谢评委的提问，我的答案是苏州。回答完毕。苏杭应该是苏州和杭州。